欢迎在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们来开始咱今仔日的圣经的共读，要来请右配执事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好，咱来三甲祈祷。阮亲爱的主，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慈爱的神，你是平安的神。有时我们软弱，请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要时常警惕，要遵守你的命令，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请你帮助我们有平静的心，能听得到你温柔的声音对我们讲话，带领我们走正路，不偏左不偏右。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Amen，谢谢。咱伫即个亚利米书即个对开始第1章到第6章，咱知影亚利米伊的年岁是伫即个约西亚最王的时期，是约西亚最王的第13年到约西亚离开世间，所以亚利米伊的年岁大约是伫18岁到36岁。咱咧读亚利米书时，若是当对照是亚利米伊的年岁，安尼大概当更较容易来了解。伫迄个年会中间，伊所传达的信息，甲伊所面对的困难伫什么所在？对第7章到10章是伫约雅斤做王的时期，所以约雅斤做王有拢总坐位11年久的时间，所以亚利米伊的年岁大约是伫36岁。虽讲中间有一个约雅斤但约雅斤做王只有3个月，所以应该是伫同一年中间。约雅斤一直到亚利米36岁，一直到47岁，这是大概是第7章到第10章。亚利米的年岁是伫这中间。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的是11章，然后对11章到13章的左右，应该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段是伫约西亚，等到伫约西亚最王的时期。所以亚利米差不多都等到伫18岁到36岁的左右所以对今日开始的11章到13章，我等到伫少年时期的这个亚利米，但是应该不是对第1章迄个时阵，伊拄啊受呼召，应该是已经开始服侍几冬以后，咱伫这个第10章是伫讲到对第7章到第10章这段，上帝看见因错误的信用。有2个上界大的挑战，上界大的错误，头前就是属灵的淫乱，是拜偶像；第2个就是因伫社会中间对君王、官长、到祭司、到人民、到先知不公不义，就是贪图者的钱财，也是受暴落，因无来照上帝公义来做因应该做的职务，所以上帝要来刑罚，这是。特别是7章到10章，也是头一个部分。总是今日咱要看的是进入到伫这个对犹太语言的第4个部分，就是西奈之约。西奈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伊出埃及去到伫这个西奈山，上帝通过摩西甲因来颁布这个约定，这个西奈之约。总是这个对第11章一直到伫后壁16、17章的左右，咱看到因对上帝的约是背约，所以上帝也要照这个约束来不是要来祝福因，是要来处罚因啦。所以咱今日看的是第11章的头前是讲到重申圣约因为无守约，上帝就一定照这个约束来给因处罚伫要分享这段的进程呢，咱让先看讲这个约呢，伫旧约圣经的时代，这个约呢，伊大约有3种的形式，这3种就是平等条约，双方是平等的，像咱即马要拍契约同款。然后因双方达成这协调了后呢，向各自的神明来立誓，要来守这个约所以这个约呢，就是大家双方公平。第2个是凡属之约，就是
一个是君王，一个是藩属，所以藩属就要听这个君王的，所以就是要臣服啊，就是讲爱答应，伊就爱乖乖啊交税啊。所以藩属国有自主权，但是也让得到君主国的保护，要进贡效忠。第三种是赐诏之约啊，就是在君王他分封到各个地方去。第这个先来之约，伊是属于这种类似于第二种藩属之约啊。这个约呢，那登到伫生命记来看，这个部分呢，大概伊就是甲这古旧约时期在国家共款，在约头前有一个序。这个序的部分就是讲，这个君王伊是什么人，所以这君王就是上帝。然后介绍君王，包括伊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伊的这个权，所以伫出埃及记，就是讲上帝过去安怎伫这个创带领因，然后对这个奴隶，来到伫这个控约，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包括因这个约内底爱安怎有这个条例安怎应对甲效忠，过来就是君臣的关系，还是藩属的关系，主要就是因爱安怎样来互相的来支持还是顺探。藩属国若是无忠于君主国，就要受咒诅，伊若忠心，就会当得到保护甲祝福。所以最后这个约要结束的时阵呢，就有一个立约证人，伫申命记呢，就是用天甲地，上帝互这个约呢是透过天甲地所以这个约呢就真做上帝世世代代甲以色列人的关系。但是对家己在一章咱要看，就是上帝要来对这以色列人提醒，这个约呢已经遵行将近800年左右，但是呢因却无来遵守所以背约的这个结果就是爱受管教，爱受到刑罚。这是今日咱要来看这个部分，所以咱煞接来请右配带我们来读这耶利米书11章。请从第1节读到第8节。好，宣告上主的约，上主对我讲，你着听清楚这个约的内容，然后甲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子民宣布，你着对因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听探这个约的话的人，一定会受咒诅。这个约是我带恁的祖先出埃及，脱离主体的黑罗的时命令以内，讲恁着听探我的话，实行我所命令恁的，安尼恁着通成做我的子民，我做恁的上帝，通实现我对恁的祖先所立誓的，将恁今仔日徛起这个老林甲密的地，互因，我应讲上主，阿们。上主阁对我讲，恁着去犹大的城镇甲耶路撒冷的街路宣布，恁着切实遵行这个约的话。我对带恁的祖先离开埃及，迄日到今仔日，一再严甲因警戒，叫因着听探我的话。毋过因若无要注意听，搁照因固执邪恶的心做代志，因为因毋照我的命令遵守这个约，所以我照这个约甲因刑罚。好，多谢。第11章一开始就上帝的话，然后呢，这第20讲，你就听清楚这个约的内容
然后甲犹大人甲耶路撒冷大的居民来宣布。所以这个约呢，毋是突然间雄雄造出来，这个约呢头前第40讲是我带恁的祖先出埃及，脱离最奴隶的主体的希罗的时所命令因呢。所以咱知影这个约就是摩西西奈之约。总是咱因为拄读过这个历代志，伫这个历代志的下卷34章，就是约西亚做王的第18年亚利米是做用的13年，伊时阵是差不多18岁。那18年亚利米这个时阵大约是23岁，23到26的中间。所以亚利米第一这个约西亚做王时期，因为伊在拼圣殿，就是约西亚做这个改革，然后因就是伫这个圣殿中间，去修这个中间发现摩西的这个律法的册所以这个大祭司希勒家伊就发现，然后就交互王通过书记沙番，王听到以后，伊会回应什么呢？王伊就拆离伊的衫，然后呢，伊就知影讲因为因的祖先无遵守上主的话，无照这个约记载的假释去做，所以上主对咱发大生气，伊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伊个国家局势受到这个攻打，也是受到这个变化，就是因为拢无照这个约，所以呢，伊就因就讲我要这个伊就回应讲，伊要来照上帝约，要来安尼行，所以这个后边呢，上帝佫通过先知来甲约西亚王讲。就是因为伊听到上帝话，你就忏悔，伫上帝面前谦卑，佮拆离衫，伫上帝面前祈求上帝有听到，所以上帝要互约西亚平安离开世间，无要降灾祸互伊所以约西亚伊到伊31年，当中做王31年，这是18年，所以后壁佫13年久的时间，伊上帝原来来。互伊甲伊享受伊有平安，总是约西亚伫这13年的中间呢，伊又做改革，伊安怎做呢？伊就去上主的殿，调集所有的人，来将上帝话王来读这话来互因听，甚至呢，佫甲上帝真心来立约，讲要全心全意顺探上主，遵守这话诫命所以因就立约。立约了后，35章就是因伫遮来守节守这个搬过节咱有看过所以比希西家王迄个时代搬过节呢更较慎重隆重盛大等来伫这个亚利米书所以伫这个时阵其实约西亚带百姓在读圣经守这个约，但是有可能嘛是伫这个时期也是伫这几年中间呢这个上主甲亚利米讲，就爱甲子民讲清楚因为这个约真要紧，因若听上帝命令，就通做上帝的子民，上帝就要做伊的上帝所以这是凡属之约就拄则所讲的，然后就当实现上帝对这祖先伫800年前所立的这誓祷，就是要将今仔日这个老年甲米的地赐互因。就是应当伫这个所在加做因的产业。伫这11章5节，耶利米佫变做第一人称单数我，所以亚利米呢，伊听到上帝安尼讲呢，伊就马上因讲上主阿门，阿门就是照你所讲的其实就是这个约他接受了伊接受这个约所以其实嘛是亚利米伊甲上帝立约。然后呢，上帝佫对伊讲，你就去犹大的城镇、耶路撒冷的街路宣布，恁就切实遵行这个约的话所以佫等到伫1章到10章，这个亚利米拄出来团队时阵，伊嘛是伫耶路撒冷犹大城的这个城镇，这个市内来宣讲，然后第7章到10章是伫圣殿的
即个头前来宣讲啊，所以佫是对人民讲，啊，对1章到10章是伫主要是讲，因毋通佫拜偶像，甚至遮官员毋通佫行遮个罪恶。但是即马呢，11章要求的宣讲的内容，就是因爱来听上帝话，这是上帝对带恁的祖先离开埃及迄日到今仔日一再严严甲因警戒，着听上帝话。那听就受祝福，那毋听呢，上帝就要甲伊刑罚。所以咱看到即个背景，甲即个关系阵，咱当对耶利米书，耶利米即马要做，搁较清楚。煞遮咱搁来看第9节到最后17节，上帝会严严的警告，请右配即书搁带咱读第9节到17节。上主搁对我讲，伫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子民中间，有人计无要背叛我，因搁转去犯因的祖先，毋听他我的话的罪，去服侍别的神明，因以色列家甲犹大家拢破坏我甲因祖先所立的约，所以上主安尼讲，我要降灾祸互因，因无法度走闪，因甲我哀求，我嘛毋听。迄时犹大城镇的人甲耶路撒冷的子民会起哀求因烧香服侍的神明，毋过伫因拄着灾难的时，遮个神明拢袂当甲因解救。犹大啊，恁的神明亲像恁的城镇遐济，恁为着通见笑的百日，所起烧香的坛，亲像耶路撒冷的街路遐济。耶利米啊，你毋免为着遮个人民祈祷，毋免为着因大声恳求，因为因拄着灾难的时，对我哀求，我嘛无要甲听。上主对犹大人讲：我所疼的子民，恁做遐济歹，也会当伫我的圣殿创啥物？恁下愿献肉，敢就会甲恁消除灾祸，互恁心安欢喜。我上主捌甲恁号名天喙无声甲规丛果子的橄榄树，毋过当我要用雷公死若烧伊的树叶，讲断伊的树话，我上主万军的统帅甲恁裁证，毋过当已经宣布要降灾祸攻击恁，因为以色列人甲犹大人拢做歹，把你烧香掠我受气。以上。多谢伫真上主对耶利米讲，着爱来立守即个约，然后嘛爱来去教导去传讲，爱守即个约。伫耶利米那团的中间，上帝嘛甲耶利米讲，
随望亚利米去传讲，甚至约西亚王嘛已经带这耶路撒冷的百姓做伙来立约，因要安怎来遵守。但是伫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住民中间，有乱有人要计谋，在背叛上帝啊！所以因安怎背叛，就是转去犯因祖先唔听上帝的话的罪。所以表示讲，因遮个旧事重演，因心也完啊袅袅，照上帝话真无简单，安尼当个讲出来，当个听见，但是因煞去，因为无守约，就去服侍别个神明，服侍别个神明就破坏这约，无照规矩就失去公义啊。所以上帝犹原讲，要降灾祸予因无法度走向，就说因甲上帝哀求，上帝嘛毋听，所以12节，才开始佫继续讲到甲头前共款，就是上帝要安怎降灾祸来刑罚。总是14节，上帝甲亚利米讲，亚利米啊，你毋免为着遮个人祈祷，毋免为着因大声恳求，因为因拄着灾难的时对我哀求，我无要听。所以是因为亚利米先为遮个百姓祈祷，亚利米先为着遮个人民大声恳求，所以上帝看到亚利米在祈祷的时阵，上帝甲亚利米讲毋免祈祷，上帝无要听。咱伫第7章的时阵，伫亚利米伫圣殿的讲场的时阵，7章16节，上帝嘛甲亚利米讲，你毋免为着遮个人民祈祷，毋免为着因大声哀求，嘛毋免退因替我恳求，因为我拢无要听。会讲一模一样的话，但是伫第7章，这是伫约雅敬最旺的时期啊，亚利米大约是我40岁迄个年岁啊。但是今日的这个第11章，颠倒是约西亚王的时期，亚利米大约是23岁这个年岁，所以搁较早进前，亚利米就祈祷，所以拢总有3届，搁有一届是14章，所以3届上帝对亚利米，其实毋是只有甲普遍是甲禁止亚利米祈祷，总是上帝甲禁止，所以咱从第10章最后才看到亚利米，伊的祈祷，完了祈祷，惨伫遮，上主啊，你管教我的时，求你公道对待我，亚利米敢无替因祈祷，是为家己祈祷，毋通伫你大受气中，互我一无所有，求你将大受气摒伫无敬畏你的国家，甲无求叫你的名的民族。所以亚利米无替这以色列人祈祷，伊为家己祈祷，伊为别个国家祈祷，但是叫上帝去刑罚别个国家。其实亚利米嘛是咧为因祈祷，总是上帝伫亚利米足少年的时就禁止祈祷，但是亚利米对足少年的时，伊就知影爱安怎样，就爱好好来为遮个百姓来祈祷，悔改来祈祷，来行即个悔改的路。所以上帝继续佫讲，伊所听的子民做遐侪歹，上帝要降灾祸，因拢毋听。上帝捌甲因号名是即个青喙无心，甲规丛果子的橄榄树，但是上帝即马要降灾祸对雷公死呐，来烧，来降灯伊的树尾，上帝安尼宣布，因为因拢拜上帝，惹上帝生气，原因就是。当王在甲百姓立约要安尼来行时阵，因竟然拢无要安尼行，所以直到约西亚王一个死了后，伊的后壁的4个王，两个即个3个囝一个孙拢做是即个惊歹因为因这计谋呢，继续着在发酵对影响到全国今日咱睇这段圣经，咱看到上帝。过一摆，其实是头一摆，甲亚利米讲毋通祈祷。但是这段圣经嘛，互咱过一摆来回想。上帝讲第4节，这个又是我带你的祖先出埃及，脱离主体的火炉的时，命令恁的，讲恁着听从我的话，实行我所命令恁的，安尼恁就通做我的主，成做我的子民，我做恁的上帝愿咱伫苦难的中间，也是伫火炉的中间。咱拄着灾祸灾难，今日风台天，总是咱着听着上帝话，着趁上帝话，实行上帝命令，安尼咱着做上帝子民，伊就做咱的上帝。咱今日分享到这，感谢佑佩执事，感谢大家参与，将咱做伙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
感谢你，互阮伫清早时就当听到你的声音，也互阮会当来思想上帝什么是你甲阮所要甲遮的子民所立的约，互阮好好来遵守，也来遵探。主啊，当阮特别是立伫火炉的中间受试验、受苦难，也是受苦楚的时，只有你的话会当将阮来救我，脱离遮的一切的灾难甲灾祸。互阮会当到伫青翠的草边，通来得到安息。主啊，今日也是风台天啊，愿上帝你也眷顾啊，对即个土地的人民，你接做即个所在，你也听他即住伫即个土地的住民啊，愿上帝你啊也保守啊，阮啊所有的遮的人拢会当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互阮当听更较侪上帝你的话甲你的声，也来行出上帝你所欢喜的公义甲和平。阮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谢谢牧师，祝大家牧师，好，谢谢牧师，平安。谢谢。谢谢牧师。